各位同學，一陣間呢，我哋會進行十大風紀選舉嘅投票。咁喺度呢，請康範老師派發每人4張嘅選票，4張嘅選票呢，分別代表唔同嘅年級，亦都係唔同顏色嘅顯示嘅。如果今日有同學缺席嘅話呢，請康範老師唔需要派發選票俾佢。一陣間呢，將嗰個剩餘嘅選票交翻俾梁主任就可以啦。咁請同學呢係填好晒4張選票。咁每一張選票呢都係只能夠投一位嘅候選人。如果喺選票上邊係剔多過一位嘅候選人嘅話呢，咁嗰張選票就會成為廢票啦。咁我哋嘅十大風紀選舉一陣間就會進行票選，希望大家享受今次嘅選舉過程啦。